今天的工作结束了，请大家好好休息。老总，我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让我吃点东西吧。启动2级响应，帮助伟吃上饭。我想吃螺蛳粉，每次都吃它，都把我熏臭死了。受伤的可是我和吉兄啊！你不要吵了。好 Q 弹，好少滑呀！这开胃的酸菜，还有这大片的牛肉，口感好丰富啊！鲜浓的牛骨汤，辣椒香而不辣，好舒服啊！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我先来瓶饮料。各部门准备摄入饮料。现在谁眼睛想睡？